農曆7月初10，三涌口嘅河涌水面浮咗一層碧綠嘅浮萍，太陽毒辣，曬得田間禾葉打晒卷。何七根擔住一擔濕漉漉嘅香蕉，行出蕉林，額角嘅汗珠滴落泥地，冒起細細煙塵。佢盤算住呢擔蕉趁墟賣得好價，可以扯翻幾尺布，俾兩個女做健身衫。行到村口大榕樹底下，佢停低腳歇氣。就喺呢個時候，鼻尖飄來一陣味，唔係禾草味，唔係河水泥腥味，而係一股濃烈得滯嘅胭脂香氣，好似有人成盒老字號脂粉撻咗喺地，俾太陽一蒸，嗆得人頭暈。何七根皺起眉頭，四圍掃咗一眼，榕樹底下只得幾個老頭坐喺石墩上剝花生傾閒偈，冇半個女人影。佢抽兩下鼻，嗰陣味來得快去得也快，一陣風吹過，散得冇影冇蹤。七根搖搖頭，心諗或者係邊家婦人路過唔定，唔再理會，擔起香蕉繼續行到祠堂門口。何七根又停低腳步，祠堂嘅大門今日開得比平時闊，兩扇厚實嘅柏木門板向內敞開，露出黑洞洞嘅正廳。廳入面隱約傳出男佬念經嘅聲。今日係7月初10，再過幾日就係中元普渡，村中長老提前請人嚟灑淨祠堂。何七根本來諗住行快兩步離開，卻聞到同一陣胭脂味又飄埋嚟，呢次更加清晰，好似有人就企喺佢身邊抹粉茶枝。佢猛地轉頭，祠堂門檻內外空無一人，只有幾隻麻雀喺天井跳來跳去啄米。七根，你企喺度發空竇啊！身後忽然有人拍佢膊頭，何七根嚇一跳，轉過身去，見係村中嘅三姑，一手挽住竹籃，籃入面裝住香燭衣紙。三姑係三涌口出咗名嘅大喇叭，邊個屋企有咩風吹草動，包保第二日全村都知。冇事，行過聞到啲味。何七根實話實說，味咩味？三姑湊近一步，鼻翼牽動，胭脂味。三姑面色一變，連忙將竹籃夾緊，細聲問：你真係聞到係咪咁嘅味？佢從懷中摸出一小塊手帕，遞到七根面前。手帕上沾住少少黃漬，湊近一聞，竟然就係嗰種濃烈嘅老胭脂味。七根瞪大眼：三姑，你邊度來嘅？三姑左右望望，將七根拉到祠堂側邊嘅巷仔入面，壓低聲講：尋晚我行過祠堂後牆，見到地下有呢塊手帕，仲以為邊個女仔跌咗，執起嚟一聞，就係呢陣味。我問過全村，冇人認領。七根，呢幾日祠堂周圍成日傳出女人香，你話怪唔怪？何七根心入面一沉，佢唔係多事嘅人，但呢兩日接連聞到異常香氣，加埋三姑手帕嘅佐證，似乎唔係偶然。佢冇再搭嘴，藉口趕住趁墟甩開三姑，擔蕉行出村，趁墟賣完蕉。何七根扯咗幾尺藍布，買咗2包蔗糖，行路返三涌口。日頭已經偏西，村口嘅河涌水面泛住金黃色嘅波光，幾隻鴨仔嘎嘎叫住游過。何七根行到自家屋前，忽然聽到屋入面傳出細女銀鳳嘅哭喊聲，佢心頭一緊，3步並作2步衝入屋，見梁氏攬住銀鳳坐喺門檻上，大女金鳳企喺旁邊，眼紅紅，做乜事？何七根放低布匹同蔗糖，蹲低身摸銀鳳個頭，阿爸，有阿姨企喺我床尾。銀鳳抽抽熱熱，話都講唔清楚。梁氏接過口，頭先我喺廚房煮飯，銀鳳喺房入面瞓晏覺，忽然大喊住跑出嚟，話見到一個女人着住好靚嘅衫，企喺佢床尾望住佢笑。我入房睇過，鬼影都冇隻。何七根眉頭擰成一團，佢抱起銀鳳入房睇咗一圈，房子細細，得一張木床，一個衣櫃，一張破書台，窗門關得實，冇乜地方可以撞人。但佢鼻尖又飄過一絲若隱若現嘅胭脂香，同祠堂門口嗰陣一模一樣。佢將銀鳳放低，行出廳。梁氏跟住出嚟，細聲問：七根，你會唔會覺得呢排村入面有啲唔妥？你聽到咩？今日下晝我去井邊洗衫，隔籬陳伯個新抱話，佢尋晚半夜起身餵仔，見到祠堂頂有燈火，但明明祠堂入面冇人過夜。仲有哈叔嘅艇仔成日泊喺涌尾，佢話呢2日黃昏見到一個着繡花衫嘅女人企喺河對岸梳頭，轉過頭就唔見咗。啲人開始傳話係祠堂間封閉廂房入面幅畫嘅女人出嚟作怪。何七根打斷佢：邊幅畫？你細個時冇聽過啊？祠堂左邊間廂房鎖咗幾10年，牆上掛住一幅美人圖，聽講係何家祖上一個女人死得冤，所以封住唔俾人睇。以前有老人講過，話幅畫有靈性，唔可以亂開門。
何七根細細個就喺三涌口長大，祠堂左邊廂房確實長年鎖住，佢以為只係堆放雜物，從來冇考究過。而家聽梁氏咁講，再結合近兩日聞到嘅胭脂味，銀鳳見到嘅女人，佢心入面開始發毛。食完晚飯，何七根安頓好兩個女瞓覺，一個人坐喺廳堂，點住油燈，諗住日間嘅事。梁氏喺旁邊即席，植草喺佢指間穿梭，發出沙沙聲。沉默咗一輪，梁氏開口：七根，你要唔要去祠堂拜下？或者請個道士返嚟？何七根搖頭：請道士使錢，我哋邊度有咁多閒錢？再講，未知係乜嘢事，亂咁拜，反而惹事。佢嘆口氣：聽日我去揾四叔問下，佢係族長，祠堂嘅事佢最清楚。何四叔係何氏族長，年過70，喺三涌口住咗成世，村中有乜紅白二事都要經佢手。何七根雖然同佢同族，但輩分低，平日好少來往。再者，何七根嘅阿爸阿媽早死，佢孤兒仔出身，家境清貧。何四叔向來睇唔起佢，覺得佢冇本事，連個仔都生唔出，斷咗何家香火。第二日大清早，何七根拎住一包蔗糖，行去何四叔屋企。何四叔住喺村西一間青磚大屋，門口種兩棵龍眼，樹蔭遮住半個天井。七根拍門，過咗好一陣，何四叔個新抱阿珍開門，話老爺仲未起身。七根話有要緊事，企喺門口等，等到太陽升到一竿高，何四叔先至慢吞吞行出廳。佢着住一件灰布衫，手揸水煙筒，見七根企喺門口，迷起眼問：七根，咁早揾我，有咩事？何七根行入廳，將蔗糖放喺八仙台上，恭恭敬敬叫咗聲四叔，然後將呢兩日聞到胭脂味、銀鳳見到女人、三姑執到手帕嘅事一一講出。佢特意冇提祠堂幅畫嘅傳聞，想先試探四叔口風。何四叔聽完，面色冇乜變化，只係慢慢吸咗兩口水煙，煙霧從口鼻噴出，繞不散。過咗好一陣，佢先至開口：七根，你呢排係咪捱夜太多，身體虛，眼花耳鳴？佢嘅語氣平淡，但話入面帶住明顯嘅質疑。四叔，我唔係眼花，銀鳳得9歲，佢都話見到細路女發噩夢。亂噏24，你都信？何四叔打斷佢：三姑嗰個人成日無風起浪，你唔好同佢一齊癲。祠堂係何家嘅祠堂，有祖先鎮住，百邪不侵，邊有咩女人唔女人？何七根被佢頂到冇聲出，但心入面唔服。佢沉默片刻，鼓起勇氣問：四叔，我聽人講，祠堂左邊間廂房封咗好多年，入面掛住一幅女人畫像。何四叔嘅手一頓，水煙筒嘅煙忽然嗆咗一下，佢咳嗽兩聲，放下煙筒，面色沉落嚟。邊個同你講㗎？冇人講，我細個時見過一次。何四叔雙眼迷成一條線，望住何七根，好似要睇穿佢心入面諗乜。廳堂入面靜咗一陣，只聽得門口龍眼樹上嘅蟬鳴。最後何四叔擺擺手，話嗰間房以前放祖先牌位嘅舊物，後來屋頂漏水淋壞晒，就鎖住唔再開，入面冇畫。你記錯，七根，你翻去睇住兩個女，唔好再周圍打聽呢啲無謂嘢。何七根被佢趕出門，企喺龍眼樹下，心入面又氣又疑。何四叔嘅反應太過生硬，佢提到廂房畫像時，四叔嘅臉色明顯變咗，手都震咗一震。如果真係冇嘢，使乜咁緊張？翻屋企途中，何七根行經祠堂，不由自主停低腳步。祠堂大門已經關上，只留側門虛掩。佢四圍望下，見冇人，猶豫一陣，最終推開側門，行咗入去。祠堂正廳光線暗淡，幾張長台上擺住香爐燭台，煙灰未清。佢行過正廳，轉入左邊走廊，盡頭就係嗰間傳說中鎖住嘅廂房，門上掛住一把鐵鎖，鎖身鏽跡斑斑，明顯好多年冇開過。何七根伏低身，嘗試從門縫望入去，入面漆黑一片，乜都睇唔清。但佢將面貼近門板嗰陣胭脂香氣又飄過，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濃，嗆得佢連打2個噴嚏。佢心一諗，後退一步，正想離開，眼尾卻掃到門檻同地面之間嘅縫隙，露出一個黃色嘅密匙。佢蹲低身，用指頭鉗住嗰個黃色，慢慢扯出嚟，係一塊舊手帕，質地係絲綢，邊角繡住一朵褪色嘅木蘭花，手帕上沾住淡淡嘅胭脂跡，香味正係佢聞到嗰種。何七根將手帕接好放入衫袋，心跳加速。呢塊手帕唔會係三姑跌嗰塊，三姑嗰塊佢見過，係棉布，呢塊係絲綢，
矜貴得多。佢將廂房門鎖睇清楚，鎖頭雖然生鏽，但鎖還完整，冇撬過嘅痕跡。手帕到底係點樣由門縫入面跌出嚟嘅？除非有人開過鎖入過去，又或者何七根唔敢再諗落去，快步離開祠堂，行出門口嗰陣幾乎撞到一個人，抬頭一睇，係村中嘅梁伯。梁伯成日喺祠堂附近踎，佢無兒無女，靠村中救濟過活，面黃肌瘦，雙目無神。佢望住何七根由祠堂出嚟，嘴角扯咗一下，話：七根，你入祠堂做乜？冇乜嘢，入去拜下祖先。梁伯搖搖頭，壓低聲講：你唔好成日入去，入面嗰位唔中意人打攪。佢講完呢句就轉身門閂行開，好似驚被人聽到咁。何七根企喺祠堂門口，涼風吹過，嗰陣胭脂香又隨風飄來，若有若無。佢望住梁伯遠去嘅背影，再望望祠堂緊閉嘅大門，心入面嘅疑惑越滾越大。何四叔嘅隱瞞，梁伯嘅怪話，三姑嘅手帕，自己執到嘅絲綢帕，銀鳳見到嘅女人，哈叔見到嘅繡花衫人影，所有線索好似散落一地嘅豬仔，睇落各自獨立，但又隱隱約約被同一條線穿住。何七根行返屋企，梁氏見佢面色凝重，問佢去四叔度點樣。七根將經過講完，攞出絲綢手帕俾梁氏睇。梁氏接過手帕，翻來覆去睇，話呢種繡花唔似近呢20年嘅手勢，似係舊底女人嘅功夫。佢忽然抬頭，七根，你有冇聽過何家以前有個叫何月禪嘅姑姐？何月禪？何七根皺眉，冇聽過。我嫁過嚟嗰陣，聽你阿媽提過一次。梁氏細聲講，話係何家一個好靚嘅女仔，後來死咗，死得唔光彩。何家唔准人再提起。你阿媽講嗰陣，眼濕濕，好似好惋惜咁。何七根心頭一震，佢阿媽過身時，佢先得10幾歲，阿媽好多嘢都未講得切就走咗。呢個何月禪會唔會就係廂房畫入面嘅女人？佢點解會死？點解何家要封鎖關於佢嘅一切？夜晚，銀鳳又發噩夢，喺房入面大喊大叫。何七根同梁氏衝入去，銀鳳攬住阿媽，指住窗邊，阿姨又嚟啦。佢企喺度，對住我笑。何七根望向窗邊，月光照住空蕩蕩嘅牆角，半個人影都冇。但銀鳳嘅恐懼真實得令人心寒，佢全身發抖，嘴唇發白。何七根將兩個女帶到自己間房，全家4口擠埋一齊。梁氏攬住銀鳳，金鳳伏喺何七根膊頭，細聲問：阿爸，妹妹見到嘅阿姨係邊個？何七根摸住大女嘅頭髮，答唔出聲。佢望住油燈跳動嘅火苗，心入面決定，無論如何都要搞清楚祠堂廂房入面幅畫嘅秘密，搞清楚呢個叫何月禪嘅女人係邊個，同自己同何家到底有咩關係。月光透過窗子，照喺何七根粗糙嘅手掌上，佢將絲綢手帕攢緊，手帕上嘅胭脂味淡而幽怨，纏繞住佢嘅指尖，好似一個無聲嘅呼喚。三涌口嘅夜，河涌水聲重重，蛙鳴陣陣，一切看似平靜，但何七根知道呢個7月注定唔會太平。佢嘅追查先至剛剛開始。第2日天微光，何七根就醒咗。佢睜開眼，第一件事就係摸衫袋入面嗰塊絲綢手帕，手帕仲喺度，布面涼浸浸，帶住淡淡胭脂味。佢坐起身，望住旁邊熟睡嘅梁氏同兩個女，心入面百感交集。尋晚銀鳳喊到半夜先至瞓着，細細嘅眉頭皺埋，面頰仲掛住淚痕。何七根輕輕幫佢拉好鼻角，起身着衫，走出廳堂，晨光熹微，河涌面浮住薄霧。何七根拎住水桶，行去屋後水井打水洗面。井邊已經有幾個婦人喺度洗衫，其中一個見佢行近，即刻收聲。幾個女人交換眼神，面色古古怪怪。何七根唔出聲，打咗水，蹲喺一邊洗面。隔籬嘅陳伯新抱翠蘭忍唔住開聲：七根，聽講你屋企銀鳳尋晚又見到嘢。佢語氣刻意放輕，但入面嘅八卦未遮都遮唔住。細路女發夢啫。何七根低頭潑水，唔想多講。唔止你屋企喎。翠蘭壓低聲：我奶奶尋晚都話，佢半夜起身去茅廁，見到祠堂方向有火光，但行近去又乜都冇。仲有三姑家姐個女，尋日去河邊洗菜，話見到水面浮住一把長頭髮，但一眨眼就沉咗落去，嚇到佢連菜都唔要就跑返屋企。另一個洗衫嘅婦人阿四掃插嘴：我尋日去墟市，聽到隔籬村啲人講，
話呢排三涌口附近成日聞到女人香，佢哋都覺得邪門。七根，你係何家人？祠堂嘅事你知唔知情？何七根抹乾塊面，搖搖頭。祠堂嘅事，四叔最清楚，你哋去問佢啦。講完佢就擔起水桶行開，背後傳來幾個婦人細細聲嘅議論。食完早飯，何七根同梁氏講一聲，話出去打聽消息。梁氏叮囑佢小心，又話銀鳳今日精神好啲，唔使擔心。七根出門口，第一站就去涌尾揾蝦叔。蝦叔嘅艇屋泊喺岸邊，今日布簾掀開，蝦叔正坐喺艇頭補望，見七根行來，點點頭，示意佢上艇。何七根跳上艇屋，蹲喺蝦叔對面，直接將絲綢手帕攞出嚟。蝦叔，你喺三涌口住咗幾十年，認唔認得呢塊手帕？蝦叔放下漁網，接過手帕，湊近鼻尖聞咗一下，面色即刻變咗。佢將手帕翻來覆去睇，尤其係角上嗰朵木蘭花，睇咗好耐，先至抬頭望住七根。你喺邊度揾到噶？祠堂左邊間廂房門口地下。蝦叔沉默咗一陣，將手帕還俾七根，嘆口氣。呢塊手帕我認得，幾十年前月禪成日揾住呢類手帕，繡花都係佢自己繡嘅，木蘭花佢最中意。蝦叔，何月禪到底係邊個？佢同祠堂幅畫有咩關係？蝦叔望住沖面嘅浮萍，好似望翻去幾十年前。月禪係何四叔嘅親妹，細何四叔10幾年，何家嘅老魔女。佢生得靚，人又聰明，針子女紅樣樣精通，村入面個個都讚。但佢命苦，中意咗個外村後生，姓陳嘅。何家上下反對，後來個後生走咗，月禪就病咗，冇幾耐就過身。何家覺得佢辱沒門風，唔准佢入祖墳，將佢嘅畫像掛喺祠堂廂房，當做警示，等後生女仔唔好學佢。警示，何七根賺緊手帕，一個人死咗，仲要掛幅畫嚟羞辱佢，究底就係淡嘅風氣。蝦叔搖搖頭，女人名節大過天，月禪同外村後生私定終身，喺族佬眼中就係大逆不道。佢過身之後，連塊靈牌都冇，得幅畫孤零零掛喺黑房入面，一掛就掛咗幾十年。何四叔係族長，呢件事佢一手經辦，你問佢，佢點會肯講？何七根聽完，心入面又酸又怒。佢問個陳姓後生，後來有冇反過嚟？冇。蝦叔搖頭，聽講去咗南洋，一去冇回頭。月禪等到死都等唔到佢。離開艇屋，何七根行去墟市，想揾多啲人打聽。墟市上人來人往，佢喺一間茶寮坐低，叫咗碗涼茶。茶寮老闆係個肥佬，姓黃，專賣涼茶同糯米飯。見七根坐低，就搭訕。七根，你條村呢排好熱鬧喎，成日聽人講三涌口鬧鬼。黃老闆，你聽到啲咩？黃老闆抹住台面，壓低聲。我尋日送外賣去隔離村，聽到幾個師奶講，話你哋祠堂入面幅畫，入面個女人嘅頭會轉方向，朝早望住左邊，晏晝就望住右邊。佢哋話有人親眼見過，嚇到面青口唇白。七根，你係何家人？有冇留意過？何七根心一諗，佢記得自己喺祠堂門口聞到胭脂味嗰次，確實隱約望過廂房門縫，入面黑漆漆睇唔清，但佢冇見過畫像。黃老闆嘅話加埋蝦叔嘅講述，令佢更加肯定呢件事唔簡單。佢俾咗茶錢，起身離開，行出墟市嗰陣，迎面撞到一個人，係一個走江湖嘅相士，着住灰長衫，戴圓框眼鏡，手提一個舊布袋。相士望住何七根，忽然停低腳步，捋住鬍鬚。老兄，你額頭有團黑氣，近排係咪遇到一啲古怪事？何七根拎住，尋日先至有人講過類似嘅話。佢猶豫一下，最終將近排經歷簡略講出，但隱去咗具體細節。相士聽完，沉吟片刻，從布袋入面攞出一張黃紙符，遞俾何七根，你帶翻屋企，貼喺大門門楣上面。呢道符可以擋一擋，但治標唔治本。你遇到嘅嘢怨氣重，應該同某個人嘅舊事有關。你要揾到根源，解開佢嘅心結，先至可以真正安寧。何七根接過符紙，想俾錢，相士擺擺手，有緣先至收，錢就唔使。講完，佢轉身行入人群，幾步就消失咗。何七根望住手中嘅黃紙符，紙上畫滿沙符文，佢睇唔明，但心入面有啲安慰，至少有人肯幫佢。黃昏返到三涌口，何七根經過祠堂，又聞到嗰陣胭脂香。呢次香味比之前淡，但帶住一股濕氣，好似剛落過雨嘅泥土味。佢停喺祠堂門口，望住左邊廂房嘅窗，
窗戶用厚紙糊住，入面透唔出半點光。佢心入面湧起一股衝動，想叫開門鎖入去睇清楚幅畫，但諗起何四叔嘅警告同哈叔嘅勸告，最終都係忍住，返到屋企。梁氏話今日銀鳳冇再見到阿姨，但金鳳又有新發現。金鳳喺屋後竹叢入面揾到一個破舊嘅香囊，香囊入面裝住乾透嘅茉莉花同桂花，仲有一小處黑頭髮。何七根接過香囊，入面嘅頭髮又長又黑，明顯係女人嘅。佢將香囊同手帕放埋一齊，兩樣嘢嘅胭脂味一模一樣。夜晚，何七根將上士俾嘅符紙貼喺大門門楣，然後一家人食飯。飯台上，梁氏欲言又止，最後都係忍唔住問七根：你覺得月禪姑姐嘅事同我哋有咩關係？佢點解要纏住銀鳳？何七根扒咗兩啖粥，放下碗。我諗佢唔係要害銀鳳，佢可能係想透過銀鳳傳達啲嘢。銀鳳細路女，心清眼靜，見到大人見唔到嘅嘢，傳達啲咩？呢個就要問佢先知。何七根望住門口方向，聽日我要入祠堂廂房睇清楚幅畫。梁氏面色一變，你唔好亂來。四叔都話咗唔准開，四叔越唔准就越有問題。何七根語氣堅定，月禪姑姐等咗幾十年，佢要嘅可能就係有人幫佢平反。我係何家後人，呢件事我有責任。梁氏望住丈夫，最終冇再反對，只係細細聲講：你小心啲。第三日清晨，何七根等祠堂附近冇人，拎住鐵鉗同鐵線，再次嚟到廂房門口。佢蹲低身檢查鎖頭，鎖環雖然生鏽，但仲結實。佢用鐵鉗夾住鎖環，使勁一扭，啪一聲，鏽蝕嘅鎖環斷開，鎖頭跌落地下。何七根推開門，一股濃烈嘅霉味同胭脂香撲面而來，嗆得佢連嗨幾聲。廂房入面比佢想象中細，大概一丈見方，冇窗，只有高處一個通氣孔透入微弱光線。牆上果然掛住一幅畫，畫框漆黑，畫紙泛黃。何七根行近兩步，抬頭望住畫中女人，佢着住一套藕色繡花衫褲，長邊垂肩，眉目清秀，嘴角微微翹起，似笑非笑。畫工精細，連衫上嘅花紋、髮絲嘅光澤都畫得清清楚楚。何七根望住呢張臉，忽然覺得好熟悉。佢皺眉思索，猛然記起呢張臉同佢阿媽床頭櫃入面收埋嗰張舊相片入面嘅女人一模一樣。佢阿媽過身時留低一個細木盒，盒入面有幾張舊相片，其中一張係一個年輕女人企喺河邊，着住繡花衫褲，笑容燦爛。何七根細個時問過阿媽呢個係邊個，阿媽只話係一個親戚，然後就收埋咗。後來木盒喺搬屋時唔見咗，七根一直以為係自己整唔見，而家望住呢幅畫，佢終於明白阿媽口中嘅親戚就係何月禪。何七根正想再行近啲睇真啲畫中細節，忽然聽到身後有腳步聲，佢猛地轉頭，何四叔拄住拐杖，企喺廂房門口，面色鐵青，雙眼瞪到老大，喉嚨發出低吼：七根，你做乜？何四叔嘅聲音震動咗成條走廊，佢嘅拐杖用力篤地，發出咚咚聲。何七根退後一步，正想解釋，何四叔已經衝上前，一把拉住佢手臂，將佢拖出廂房，然後砰一聲關埋門。但鎖已經斷咗，門關唔實，但開一條縫。何四叔氣得滿面通紅，指住七根大罵：你反咗天啊！祠堂嘅嘢你都咁搞，你知唔知入面？佢講到一半，忽然停住，面色由紅轉白，嘴唇抖咗幾下，最終只係重重嘆一口氣，轉身就走。何七根追上去，叫住佢：四叔，月禪姑姐到底發生過咩事？你同我講清楚。何四叔停低腳步，背對住七根，沉默咗好耐。走廊昏暗，只有天井透入嘅光線照住佢彎曲嘅背影。最後，佢沙啞嘅聲音響起：你唔好再查落去，查到底，對邊個都冇好處。講完，佢加快腳步，消失在走廊轉角。何七根企喺原地，望住何四叔消失嘅方向，再望望廂房門縫入面隱約可見嘅畫像。月光照喺畫中女人嘅臉上，佢嘅嘴角依然含笑。但何七根忽然覺得嗰種笑容入面藏住好深好深嘅哀愁。佢摸住衫袋入面嘅絲綢手帕同香囊，心入面嘅決心更加堅定。何四叔嘅反應，阿媽收埋嘅相片，哈叔嘅講述，銀鳳見到嘅影像，所有嘢都指向同一個源頭。佢知道呢條路雖然難行，
但佢一定要行落去。月禪姑姐等咗幾十年，終於等到有人打開嗰扇門，佢何七根唔可以辜負呢份等待。何四叔嗰句查到底對邊個都冇好處，好似一盆凍水照頭淋。但何七根唔係咁易退縮嘅人，第二日一早，佢冇再去祠堂，反而轉去村口嘅土地廟。土地廟細細間，得3尺高，入面供住一個泥塑土地公，香火疏落。何七根點咗3炷香，拜完之後，坐喺廟側邊嘅石板上等一個人。冇幾耐，一個着住補丁衫嘅老漢擔住2桶水行過。何七根叫住佢：梁伯，坐低抖下啦。梁伯望下佢，猶豫一陣，放低水桶，行埋嚟坐低。梁伯係三涌口年紀最大嘅幾個老人之一，無兒無女，孤零零住喺村尾一間爛屋，平日唔出聲。但何七根知佢喺村入面住咗成70年，乜嘢陳年舊事都經過。梁伯，我想問你一個人。何七根細聲講：何月禪。梁伯原本低住頭，聽到呢3個字，佢瘦削嘅身軀明顯震咗一下。佢抬起頭，一雙渾濁嘅眼睛望住七根，嘴唇蠕動幾下，最後話：你問佢做乜？我懷疑佢嘅事同近排村入面啲怪事有關。何七根將呢幾日嘅經歷簡略講完，包括銀鳳見到嘅女人、相仿嘅畫、絲綢手帕同香囊。梁伯聽完，沉默咗好耐，雙手交搭喺膝頭上，指節因為用力而發白。月禪係一個好女仔。梁伯終於開聲，聲線沙啞得好似沙子磨木頭。當年佢同陳永福好嘅時候，我仲後生，成日見佢2個喺河邊行。陳永福係隔籬村嘅後生，生得高大，識寫字，喺墟市幫人寫信，有學問。月禪中意佢，係真心嘅。點解何家反對？陳永福窮。梁伯簡單講咗3個字。何家嗰陣雖然唔算大富大貴，但喺三涌口有田有地，算係體面人家。何四叔同其他族佬覺得月禪嫁個窮書生，丟架。再者，陳永福係外姓人，入唔到祠堂。何家怕個女嫁出去，等於白養，就因為窮，就拆散佢哋。究底就係咁。梁伯搖頭。月禪反抗過，佢同四叔吵過好多次，話非陳永福唔嫁。四叔一怒之下，將佢鎖喺房入面，唔准佢出門口。陳永福上門提親，俾何家人趕走，仲話佢再嚟就打斷佢腳骨。後來陳永福走咗，聽講搭船去南洋，一去就冇回頭。何七根攢緊拳頭。月禪姑姐就係因為啖病死，病係一回事，心死先至要命。梁伯嘆氣。月禪俾放出嚟之後，成個人落晒形，唔食唔飲，日日夜夜坐喺河邊望住對岸，好似等緊邊個。佢阿媽，即係你太婆，急到四處求神問卜，但都冇用。月禪過身嗰日落好大雨，佢企喺河邊，成身濕透，第2日就發高燒，燒咗3日，人就冇咗。何七根心入面好似被人揸住咁痛。佢問月禪姑姐過身之後，何家點解要將佢嘅畫像掛喺祠堂廂房？族佬話佢嘅行為令何家蒙羞，唔准入祖墳，唔准立靈位，掛幅畫喺祠堂係要後生女仔引以為戒。梁伯語氣帶住憤慨。月禪生前咁好嘅一個人，死後竟然要受淡嘅待遇，幅畫掛咗幾十年，佢點會安息？何七根多謝梁伯，送走佢之後，一個人坐喺土地廟前，望住天上浮雲，心潮起伏。佢終於明白到月禪嘅冤屈唔單止係被拆散姻緣，仲包括死後嘅羞辱。呢種冤屈積壓幾十年，化成怨氣，自然會影響到陽間嘅人。下晝，何七根行去墟市，想揾多啲關於陳永福嘅線索。佢去茶寮揾黃老闆，黃老闆話隔籬村有個老秀才，年過80，以前同陳永福相識，或者知道佢嘅下落。何七根即刻行去隔籬村，揾到嗰個老秀才。老秀才姓羅，住喺一間破舊嘅青磚屋，門口種住幾叢菊花。何七根敲門，羅秀才嘅孫女開門，話阿爺近排身體唔好，好少見人。何七根話有要緊事，關於陳永福。孫女入去通報，過咗一陣，帶七根入廳。羅秀才白髮蒼蒼，坐喺竹椅上，手揸一本舊書，見七根入嚟，放下書本，問後生，你識陳永福？何七根將自己嘅來意講清楚。羅秀才聽完，長嘆一聲：永福，我同佢一齊讀過幾年私塾，佢為人老實，滿肚學問，可惜時運不濟。家道中落，佢同三涌口何家個女嘅事，我知。佢走之前嚟揾過我，話何家嫌佢窮，唔准佢再見月禪。佢嗰陣好傷心，
話要去南洋揾機會，等發達之後返嚟明媒正娶。佢後來有冇返過嚟？羅秀才搖頭。我最後一次收到佢嘅信係民國2年，信入面話佢喺南洋做咗小生意，儲緊錢，等時機成熟就返鄉，但之後就再冇音訊。我託人打聽過，有人話佢喺南洋病咗，有人話佢搭船遇上海盜，總之凶多吉少，何七根深一沉。陳永福如果真係死喺南洋，金月禪等嘅人永遠都唔會返嚟。佢問羅秀才仲有冇留低陳永福嘅信件或物品，羅秀才入房抄咗一輪，攞出一封發黃嘅信，信封上寫住羅兄親啟，字跡工整，入面嘅內容同羅秀才講嘅差唔多，最後一句寫住待我歸時，定當攜禮登門，叩謝兄台多年關照，並請兄台代問月禪安好，祝其珍重，勿以我為念。何七根將信紙接好，問羅秀才可唔可以借佢帶返去睇幾日。羅秀才點頭應允，七根道謝離開，行出門口，天色已經昏暗，晚風吹過稻田，帶來一陣涼意。佢將信紙放入懷中，同手帕、香囊放埋一齊，腳步沉重，返到三涌口。何七根未入屋，先喺村口遇到三姑，三姑拉住佢，神神秘秘話：七根，你知唔知今日下晝有人見到何四叔去祠堂，入咗廂房好耐，出嚟嗰陣面色好難睇。我問佢做乜，佢話唔關我事，仲鬧我多管閒事。何七根問四叔幾時去㗎？大約未時3刻，佢一個人行入去，鎖埋門。入面傳出講嘢聲，似係同人傾偈，但廂房入面邊有人？三姑壓低聲：七根，你話會唔會係四叔同嗰個？何七根皺眉：何四叔之前咁抗拒有人提廂房，點解突然自己入去？佢同三姑講咗兩句就返屋企，食完晚飯，趁梁氏同兩個女瞓着，一個人摸黑行去祠堂。月光朦朧，祠堂周圍靜悄悄，只有蟲鳴。何七根行到廂房門口，發現鎖頭換咗一把新鎖，黃銅色，閃閃發亮。佢蹲低身，從門縫望入去，裏面冇燈，但月光從高窗透入，隱約照到畫像嘅輪廓。何七根屏住呼吸，仔細望畫中女人嘅頭，竟然微微側向左邊。佢記得之前睇到嗰陣，畫像嘅頭係正面望前，而家變咗角度。何七根心頭一諗，用力眨幾次眼，再望多一次。呢次佢清清楚楚見到畫中女人嘅嘴角微微向上翹，帶住一絲詭異嘅笑意。佢後退一步，背脊撞到走廊牆壁，發出嘭一聲悶響。七根，背後忽然有人叫佢。何七根幾乎嚇到跳起，轉過身，見到何四叔企喺走廊另一頭，手揸油燈，燈光將佢嘅身影拉得好長。何四叔面上冇咗日間嘅怒氣，取而代之嘅係一種複雜嘅疲憊。佢行近2步，望住廂房門，再望住七根，話：你過嚟，我同你講。何七根跟住何四叔行去祠堂正廳，何四叔點着幾盞油燈，廳堂頓時明亮起來。佢坐喺太師椅上，示意七根坐對面，沉默咗一陣，佢開口：你揾過哈叔，揾過梁伯，仲去隔離村揾羅秀才，係咪？何七根心知瞞唔住，點頭承認。何四叔嘆一口氣，額上嘅皺紋更深。月禪嘅事，我本來打算帶入棺材，但你既然咁堅持，我就同你講清楚。月禪係我阿妹，親阿妹，當年反對佢同陳永福來往，係我做嘅決定，我後悔咗幾10年。何七根愕然，佢一直以為何四叔係冷酷無情嘅族長，原來佢內心都有掙扎。我阿爸，即係月禪阿爸，臨終前交代我，話何家嘅女仔唔可以嫁外姓窮人，會俾人笑話。我嗰陣後生，覺得阿爸講嘅一定啱，所以就硬起心腸拆散佢哋。我趕走陳永福，鎖住月禪，以為咁樣對何家最好。何四叔聲音顫抖，點知月禪佢好倔強，佢同我講：阿哥，你唔俾我嫁佢，我就一世唔嫁。佢真係做到，直至病死都冇再睇過第2個男人。四叔，月禪姑姐過身之後，點解仲要掛幅畫喺祠堂？何四叔低下頭，雙手緊握拐杖。嗰個唔係我嘅意思，係族中其他長老堅持，話要警戒後人。我嗰陣已經冇咗阿妹，心如死灰，冇力氣再同佢哋爭。幅畫掛咗上去，就再冇人敢拆。幾10年來，我每次經過廂房，都好似聽到月禪喺入面喊。何七根望住何四叔蒼老嘅面孔，心入面嘅憤怒漸漸變成憐憫。佢問：四叔，你今日入廂房做乜？何四叔沉默片刻，我去同月禪講，
話阿哥對唔住佢。我知佢呢排唔安寧，成日出嚟嚇人，我求佢放過村入面嘅人，有咩怨氣，衝我一個來就得。佢有冇回應？何四叔望住油燈，火光喺佢瞳孔入面跳動。我喺入面坐咗一個時辰，講咗好多話。臨走嗰陣，聞到一陣胭脂香，好淡。然後我見到畫中月禪嘅眼流咗一滴淚。何七根愕然，畫像流淚呢件事太過離奇，但由何四叔口中講出，又唔似講大話。佢問四叔：你覺得月禪姑姐要嘅係咩？佢要嘅可能唔係道歉。何四叔抬起頭，眼神迷茫。佢等咗幾十年，等嘅可能係一個交代。陳永福生死未卜，月禪嘅心結打唔開，佢點都唔會安息。何七根摸住懷中羅秀才借俾佢嘅信，忽然有一個大膽嘅想法：如果陳永福真係死咗，咁至少要揾到佢嘅下落，等月禪知道佢等嘅人唔係故意唔返嚟，而係返唔到嚟。呢個交代可能就係解開一切嘅關鍵。四叔，我想去南洋。何四叔瞪大眼：你傻咗？南洋幾千里遠，你一個中招嘅，點去？我唔係真係去。何七根解釋：我想揾多啲關於陳永福嘅線索，睇下有冇當年同佢一齊去南洋嘅人返咗嚟，打聽佢嘅下落。月禪姑姐要嘅可能就係一個準信。何四叔望住何七根，眼中閃過一絲詫異同感動。佢冇諗過呢個平日冇咩聲氣嘅窮後生，竟然有心為一個素未謀面嘅姑姐奔波。佢沉吟一會，話：我記得當年同陳永福一齊去南洋嘅，仲有一個叫阿財嘅後生，係隔離村人。阿財後來返咗鄉，不過佢住喺好遠嘅另一個鎮，叫做石塘墟。你可以去揾下佢。何七根記低呢個名，多謝何四叔，起身告辭，行出祠堂。月光鋪滿石板路，河涌水聲潺潺。佢深吸一口夜間涼爽嘅空氣，心入面雖然仲有好多疑團未解，但至少揾到一個新方向。第二日，何七根同梁氏交代一聲，話要出一趟遠門，去石塘墟揾人。梁氏擔心佢一個人出遠門危險，但見佢態度堅決，最終都幫佢準備咗幾件衫、一包米餅同少少盤錢。何七根臨行前，將上士俾嘅符紙重新貼好，又喺兩個女嘅床頭各放一塊佢喺土地廟求嚟嘅平安符。銀鳳拉住佢隻手，細細聲講：阿爸，你見到靚姨姨，幫我同佢講，叫佢唔好再嚟嚇我。我同佢玩，但佢成日笑，我有啲驚。何七根蹲低身，摸住銀鳳個頭，阿爸會同姨姨講，叫佢乖乖地等阿爸返嚟，一切就會好。講完，佢背起包袱，行出門口，朝石塘墟方向出發。身後三涌口嘅神霧籠罩住祠堂嘅飛檐，隱約間似乎有一縷胭脂香隨風飄送到佢嘅鼻尖，輕輕柔柔，好似一聲無聲嘅送別。何七根天蒙光就出發，由三涌口行去石塘墟，要行大半日。沿途經過幾條村、幾片甘蔗田同一大片爛泥灘，日頭曬得佢頭頂冒煙，但佢一路冇停腳，只係喝咗飲兩啖竹筒入面嘅清水，餓咗搣一小塊米餅放入嘴。未時左右，何七根終於到咗石塘墟。呢個墟比三涌口熱鬧，街邊有幾間雜貨鋪，一間藥材鋪，兩間茶樓，人來人往。何七根揾個路邊賣涼果嘅阿婆打聽，問識唔識一個叫阿財嘅人，以前去過南洋嘅。阿婆諗咗一陣，話：阿財係咪住喺墟尾爛屋嗰個？佢以前係出過洋，返嚟之後成日飲酒，冇人理佢。何七根多謝阿婆，行去墟尾。墟尾果然有一間破爛嘅泥磚屋，屋頂嘅瓦片甩咗幾塊，用爛席同蕉葉頂住，門冇關，入面傳出一陣酒味同咳嗽聲。何七根行到門口，向內望，一個瘦到皮包骨嘅男人坐喺木凳上，手揸一個瓦碗。碗入面裝住濁酒，男人年約60，滿面鬍渣，雙眼無神。見有人企喺門口，抬起頭，語氣帶醉：你揾邊個？請問係咪阿財叔？何七根恭敬問：阿財就係我。男人打個酒嗝：你係邊個？何七根行入屋，自我介紹，然後直接講明來意，想打聽當年同陳永福一齊去南洋嘅事。阿財聽到陳永福3個字，原本迷蒙嘅雙眼突然亮咗一下。但隨即又揞落去，佢飲多啖酒，抹抹嘴。陳永福，好耐冇人提過呢個名啦，你係佢邊個？我係三涌口何家嘅後人。何七根喺阿財對面蹲低。陳永福當年同我姑姐何月禪有婚約，後來佢去咗南洋，我想知佢後來點樣。
阿財望住七根，望咗好耐，然後將瓦碗放低，雙手揩下塊面，好似想揩走醉意。佢講：民國2年，我同永福一齊搭船去南洋，去到星洲嗰邊謀生唔易，我哋做過苦力，賣過雜貨。後來永福識咗個當地華僑，合夥開咗間小雜貨鋪。永福有學問，識寫字計數，生意越做越好。佢同我講，等儲夠錢就返鄉娶老婆。後來呢，阿財面色沉落嚟。後來民國4年，星洲爆發大瘟疫，成個埠頭封晒，日日有人死。永福唔好彩，染咗病。我去探佢嗰陣，佢已經燒到蒙查查，拉住我隻手，話：阿財，如果我唔掂，你幫我帶封信返鄉，交俾三涌口何月禪。佢寫咗封信交俾我，冇幾日佢就過身啦。何七根心一緊，封信呢？阿財低下頭，雙手抄住頭髮，聲音痛苦：我對唔住永福。瘟疫過後，我嘅盤錢用晒，病到半死，後來俾人送返鄉，返到嚟，我成日飲酒，成日懵盛盛。嗰封信我唔知擺咗去邊，可能係病嗰陣跌咗，可能係俾人偷咗，總之冇咗。何七根心入面一陣失望，但佢即刻問阿財叔：你記唔記得封信入面寫咗啲咩？阿財皺眉，努力回想。我記得永福話佢好掛住月禪，話對唔住佢，話如果自己返唔到去，叫月禪唔好等，嫁個好人。仲有佢話佢喺南洋儲咗一筆錢，原本諗住返鄉起屋同月禪成親，但而家用唔着啦。佢交代我，如果佢死咗，筆錢就攞去俾月禪，當係少少補償。筆錢呢？我返鄉之後去過三涌口幾次，想揾月禪。阿財語氣更加低沉，但每次去到都俾何家人趕走。佢哋話月禪已經死咗，話我唔好再嚟搞事。我諗住等佢哋氣消再講，點知一等就等咗幾個月。後來我病多一場，啲錢用晒嚟醫病，就冇晒啦。何七根聽完，心入面又痛又無奈。陳永福至死都掛住月禪，儲嘅錢原本可以改變月禪嘅命運，可惜陰差陽錯，錢用咗喺阿財嘅病上，信又唔見咗。月禪一直唔知陳永福嘅心意，以為佢負心，含恨而終。呢個誤會一錯就錯咗幾十年。阿財叔，你仲有冇留低任何關於陳永福嘅物件？哪怕一張紙、一個印。阿財起身喺屋入面翻箱倒櫃，抄咗一輪，最終喺一個破木箱底抄出一隻鐵盒。鐵盒生晒鏽，打開入面有一塊摺疊嘅黃布，攤開嚟係一條舊手巾，角上繡住一個福字。阿財話呢條手巾係永福臨終前俾我嘅。佢話如果見唔到月禪，就將手巾交俾佢做紀念，但我一直都冇機會。何七根接過手巾，布質粗糙，邊角磨到起毛，但繡字仲清晰。佢將手巾小心收好，連同絲綢手帕、香囊、羅秀才封信放埋一齊。呢幾樣物件好似拼圖嘅碎片，逐塊拼湊出當年嘅真相。阿財叔，多謝你，你保重身體，唔好再飲咁多酒。何七根起身告辭。阿財抬起頭，醉眼朦朧望住佢。後生，你真係何家人？永福同月禪嘅事，你咁上心，我係佢哋嘅後人，呢件事我有責任。阿財點點頭，忽然伸手入懷，摸出一樣細細嘅物件，遞俾七根。呢個係永福留低嘅，我本來想留做紀念，但你係何家人，俾你啦。何七根接過，係一塊舊玉佩，圓形白玉，刻住一對鴛鴦，邊角有裂紋，但整體完整。玉佩溫潤，帶住淡淡嘅體溫，好似仲殘留住當年主人嘅氣息。行出阿財間爛屋，何七根企喺石塘墟嘅街頭，日頭已經西斜，長長嘅影子拖喺地上。佢將玉佩攢喺手心，心入面思潮起伏。月禪等嘅人，原來一直都冇負佢，只係命運捉弄，一個病死異鄉，一個含恨而終。呢個真相，月禪嘅亡魂知唔知？如果唔知，佢嘅怨氣就難消；如果知，佢嘅痛苦或者更加深。何七根決定今晚唔返三涌口，先喺石塘墟揾間平價嘅小客棧過夜，聽朝再返去。佢喺街尾揾到一間來安客棧，門面細細，掌櫃係個肥師奶，收費便宜。何七根要咗間閣樓細房，放低包袱，落樓食咗碗麵，就返房休息。房子細細，得一張板床，一個木架。何七根躺喺床上，將今日揾到嘅物件逐樣拎出嚟睇：絲綢手帕、香囊、羅秀才封信、陳永福嘅手巾、玉佩、
5樣嘢攤開喺地面上，月光從窗縫透入，照喺玉佩上，反射出柔和嘅光。何七根拿起玉佩，抽嘅眼前忽然發現玉佩側面刻住一行極細嘅字，佢迷起眼，借住月光仔細辨認，刻住永福月禪，白頭之約。七根心頭一震，原來陳永福同月禪早就有過盟誓，呢塊玉佩就係信物。月禪手上應該都有一塊相同嘅玉佩，但佢過身之後，玉佩去咗邊？佢將玉佩放好，閉上眼，腦中浮現出月禪企喺河邊等待嘅身影，浮現出陳永福喺南洋病榻上寫信嘅模樣。兩個相隔千里嘅人，至死都掛住對方，卻因為宗族、貧窮、瘟疫、意外，永遠都見唔到面。呢種遺憾，比起任何鬼怪傳說都更加令人心痛。朦朦朧朧之間，何七根聽到窗外有細細嘅腳步聲，好似有人着住繡花鞋喺木板上輕輕行過。佢睜開眼，月光照住房門，門縫入面隱約透入一縷淡白色嘅煙霧，煙滋味隨之飄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清透，唔再濃烈槍鼻，而係帶住一絲哀怨嘅清香。何七根坐起身，輕聲問：月禪姑姐，係你？門縫嘅煙霧輕輕扭動，好似一個女子嘅身影立喺門外，煙滋味濃咗少少，又隨即散開。何七根將玉佩托喺掌心，對住門縫方向話：姑姐，我今日揾到陳永福嘅下落，佢當年冇負你，佢去南洋係想揾錢返嚟娶你，佢後來病死喺星洲，臨終前都掛住你，寫咗信俾你，仲留低呢塊玉佩。房入面寂靜無聲，月光照喺玉佩上，鴛鴦圖案泛住微光。何七根繼續講：佢從來冇忘記你，你亦都冇忘記佢，你哋兩個都係俾命數作弄嘅可憐人。姑姐，你嘅冤屈我明白，但你要嘅公道到底係乜？門縫嘅煙霧慢慢消散，煙滋味亦漸漸變淡，好似一個人聽完說話，靜靜轉身離開。何七根等咗一陣，再冇任何動靜，佢將玉佩貼近心口，躺反落床，心入面既安慰又沉重。佢知道月禪嘅亡魂聽到佢嘅話，但佢嘅怨氣並未完全消散，因為月禪要嘅唔單止係知道真相，而係某一樣更實質嘅東西，或者係名分，或者係安葬，或者係一個遲來幾十年嘅婚禮。呢啲嘢，何七根一個窮農民點樣幫佢實現？月光漸暗，遠處傳來雞啼。何七根喺朦朧嘅晨光中合埋眼，暫時放低思緒。聽日返到三涌口，佢要同何四叔商量，點樣正式為月禪平反，點樣將佢嘅靈位請入祠堂，點樣完成佢同陳永福未竟嘅盟誓。呢條路佢行到一半，仲有好長嘅路要走。而月禪嘅身影喺黎明前嘅黑暗中，好似靜靜企喺客棧嘅樓梯轉角，目送住呢個肯為佢奔波嘅後人。第二日天光，何七根從來安客棧起身，收拾好包袱，將玉佩、手巾、信、香囊同絲綢手帕一齊包好，貼身收埋。佢落樓食咗碗白粥，俾咗房錢，就急急腳行路返三涌口。由石塘墟翻去，路程比嚟嗰陣更加吃力，因為尋日行咗大半日，雙腿已經酸軟，加上心事重重。何七根一路行一路覺得頭重重，行到半路，日頭曬到正頂，佢喺路邊一棵大榕樹下歇腳，飲咗2啖水，正想繼續上路，忽然聽到身後傳來急促嘅腳步聲。七根，七根，一把熟悉嘅聲音叫住佢。何七根轉頭，見係三涌口嘅後生仔阿牛，氣喘躍躍跑過嚟，滿面焦急。阿牛係佢隔籬鄰舍，平時幫人耕田，為人老實。何七根心一沉，問阿牛發生咩事？七根，你屋企出咗事。阿牛抹住額頭嘅汗，尋晚你間屋起火。何七根腦海轟一聲，幾乎企唔穩。佢抓住阿牛手臂，我老婆呢？2個女呢？冇事冇事。阿牛連忙擺手。火燒嗰陣，梁氏醒得快，抱住2個女衝出嚟，只係燒咗廚房半邊屋頂，人冇事。但咩？但火熄咗之後，梁氏話佢見到一個穿繡花衫嘅女人企喺火場外面，望住佢哋笑，然後就消失咗。村入面而家個個都話係祠堂嗰個女人放火，仲話佢要害你全家。何四叔今朝召集族人開會，話要揾人將祠堂廂房封死，仲話要請道士嚟鎮壓。何七根面色鐵青，佢二話不說，即刻同阿牛一齊趕返三涌口。行到村口，已經見到祠堂前面圍滿村民，個個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何七根撥開人群行入去，見何四叔企喺祠堂門口，手揸拐杖，面色凝重，旁邊企住一個穿道袍嘅男人，手持桃木劍，面前擺住香爐王子，顯然就係請嚟嘅道士。七根返嚟啦！有人叫咗一聲，人群讓開一條路。何七根行到何四叔面前，先問四叔：我屋企人點樣？梁氏同兩個女喺你隔籬陳伯屋企暫住，人冇事。何四叔語氣低沉，但呢件事唔可以再拖。月禪嘅怨氣越嚟越重，尋晚放火，聽日唔知會做出乜嘢。我決定請張天師嘅徒弟嚟做場法事，將廂房封死，等佢永遠都出唔到嚟。唔得！何七根大聲反對。周圍嘅村民頓時靜晒，佢面對眾人目光，挺直腰板。四叔，我尋日去石塘墟，揾到當年同陳永福一齊去南洋嘅阿財，我已經知道晒成件事嘅來龍去脈。月禪姑姐唔係要害人，佢只係要一個公道。你封死廂房，只會令佢更加怨恨。人群入面有人吸氣，有人竊竊私語。何四叔面色變咗幾變，佢望住何七根，問：你知啲咩？何七根將懷中嘅物件逐樣攞出嚟，手帕、香囊、羅秀才封信、陳永福嘅手巾，最後係嗰塊刻住鴛鴦嘅玉佩。佢將玉佩托喺掌心，高舉過頭，大聲講：呢塊玉佩係陳永福臨終前交俾阿財，託佢帶翻鄉俾月禪姑姐嘅。陳永福當年去南洋，係想揾錢返嚟光明正大娶月禪。佢喺星洲做生意，儲夠錢，但染上瘟疫，病死異鄉。佢從來冇負過月禪，月禪亦都從來冇負過佢。佢哋兩個都係受害者，係我哋何家嘅族規，係舊底嘅門第之見，害死咗佢哋。何七根嘅聲音響徹祠堂前空地，每字每句都擲地有聲，村民們鴉雀無聲，連道士都停低手上嘅動作。何四叔望住七根掌心嘅玉佩，蒼老嘅身軀微微晃咗一下，佢伸手接過玉佩，湊近眼前細睇，玉佩側面嗰行永福月禪白頭之約嘅黑字喺陽光下清晰可見。何四叔嘅手開始抖，佢喉嚨發出一聲哽咽，兩行濁淚沿住皺紋流落嚟，係佢哋嘅信物。何四叔聲線沙啞，當年月禪手上都有一塊相同嘅，佢過身之後，我親手將嗰塊玉佩放埋喺佢棺材入面。原來陳永福都有。祠堂前嘅村民開始騷動，三姑第一個忍唔住開聲：七根，你話月禪姑姐係冤枉嘅，佢唔係淫蕩女子。月禪姑姐一生只中意陳永福一個人，至死都冇變過心。何七根望向眾人，佢等陳永福等到病死，死後仲要俾人掛幅畫喺黑房入面羞辱幾十年，換轉係你哋安息咩？人群沉默，有人低頭抹眼淚，有人搖頭嘆息。何四叔攢住玉佩，面向祠堂廂房嘅方向，忽然雙膝一彎，博通一聲跪咗喺石板地上，全場嘩然。有人上前想扶佢，佢擺手拒絕。何四叔對住廂房，聲淚俱下：月禪，阿哥對唔住你，阿哥一直以為自己係為何家好，原來係害咗你幾十年。阿哥錯咗，你原諒阿哥。祠堂上空，原本晴朗嘅天色忽然暗咗一暗，一股旋風捲起地面嘅落葉同香燭灰燼，打住轉盤旋而上，村民們驚呼後退，道士即刻舉起桃木劍，口念咒語，想驅散旋風，但何七根大聲喝止：唔好，係月禪姑姐。旋風喺祠堂門口盤旋片刻，然後緩緩飄向廂房方向，從門縫滲入去，消失無蹤。與此同時，一股清幽嘅胭脂香飄散開來，唔再濃烈愴人，反而帶住淡淡嘅茉莉同桂花氣味，好似一個女子喺遠處微笑，然後轉身離去。何四叔跪喺地上，抬起頭望向天空，雲層散開，陽光重新灑落，祠堂嘅瓦頂閃住金光。佢慢慢站起身，抹去眼淚，對住何七根講：七根，你講得啱，月禪要嘅係公道，唔係鎮壓。我決定擇日將月禪嘅靈位請入祠堂，同祖先一齊受香火。幅畫亦都唔再封喺廂房，要掛返喺正廳，等後人知道佢嘅故事。何七根鬆咗一口氣，但佢心入面清楚，事情仲未完全解決。月禪要嘅可能唔止靈位同畫像，佢同陳永福之間嗰段未完成嘅婚約，始終係一個心結。佢將呢個想法同何四叔講，何四叔沉默片刻，話：如果你真係想成全佢哋，或者可以喺月禪嘅靈位前擺多一個陳永福嘅靈位，當係冥婚。
明勳呢個提議一出，旁邊嘅村民又開始議論，有人話好，有人話唔吉利。道士插嘴，明勳可以安撫怨靈，但必須擇吉日，避三生，誠心誠意祭拜，先至有效。如果草率行事，反而會激怒亡靈。何七根點頭，我願意出錢出力，幫月禪姑姐完成呢件事。何四叔望住佢，眼中閃過感動。七根，你為月禪做咁多，佢會記住你嘅。但呢件事唔急，要先同族中其他長老商量，睇下點樣安排。當晚，何七根終於返到屋企，見到梁氏同兩個女平安冇事，佢成個人放鬆落嚟，攬住銀鳳同金鳳，差啲喊出聲。梁氏問佢呢兩日嘅經歷，佢逐一講完。梁氏聽完都忍不住流淚，話月禪姑姐真係可憐，希望今次可以真正安息。銀鳳坐喺阿爸大髀上，忽然抬起頭，話阿爸，今日下晝姨姨嚟過。何七根同梁氏同時一驚，佢又嚟。銀鳳搖頭，認真咁講，佢冇入屋，企喺門口對住我笑，但今次佢笑得好開心，唔驚人。佢仲同我講咗一句話，佢講咩？佢話多謝你阿爸。銀鳳眨眨眼，然後佢就消失咗。何七根同梁氏對望，心入面既欣慰又感慨。月禪嘅怨氣似乎已經消減，但佢嘅身影仍然徘徊，可能係要等到冥婚完成，先至真正離開。夜晚，何七根瞓喺床上，將玉佩放喺枕頭邊，月光照入窗，玉佩泛住柔和嘅光澤。佢合上眼，隱約之間又聞到一陣淡淡嘅胭脂香，但呢次嘅香氣好輕好柔，好似微風拂過花叢，帶住一絲滿足同安寧。佢喺朦朧中見到一個畫面，一個穿藕色繡花衫嘅女子，挽住一個高大書生嘅手臂，企喺河邊，對住佢微笑點頭。然後兩人一齊轉身，行入一片明亮嘅霧氣入面，漸行漸遠。何七根嘴角微微翹起，沉沉入睡。呢一晚，佢冇再發噩夢。何四叔應承咗月禪入祠堂同冥婚嘅事，但三涌口呢條村向來多嘢講，多是非。何七根以為事情大局已定，點知第二日風向就變咗。大清早，何七根起身去祠堂幫手打掃，準備擇日迎靈位。行到祠堂門口，見到10幾個何家族人聚集喺嗰度，為首嘅係何四叔嘅堂弟何三伯。何三伯年過60，喺村入面開米鋪，家境殷實。平日同何四叔面和心不和，一直覬覦族長之位。佢見到七根行近，冷哼一聲，大聲講：七根，你嚟得啱，我哋正想揾你。何七根行上前，恭敬叫聲三伯，問發生咩事。何三伯雙手叉腰，指住祠堂廂房方向：我聽講你同四叔商量，要將月禪嘅靈位請入祠堂，仲要搞冥婚，荒謬。月禪當年玉末加升，俾族老議定唔准入祠堂，呢個係幾十年前嘅族規。你一個窮後生，憑乜嘢推翻？旁邊幾個族人附和，話月禪嘅事已經過去咁多年，唔應該再拎出嚟講，又話冥婚唔吉利，會影響全村風水。何七根皺眉，正想解釋，何四叔從祠堂入面行出嚟，面色陰沉。三哥，月禪係我親妹，佢嘅事我話事。何三伯毫不退讓。四弟，你身為族長，更加要以族規為重。當年嘅決定係全族長老一齊議定嘅，你一個人冇權推翻。再講，你點知七根揾到嘅嘢係真？嗰塊玉佩，話唔定係佢自己揾人黑嘅，呃神騙鬼。何七根氣到面紅耳赤。三伯，你唔可以亂講。我何七根雖然窮，但從來唔講大話。玉佩係陳永福留低嘅信物，有阿財做證。阿財嗰個走鬼。何三伯嗤笑，佢講嘅嘢信得過，佢連自己叫咩名都未必記得。兩邊人越吵越烈，祠堂門口聚滿村民，個個議論紛紛。有人支持何七根，話月禪可憐，應該平反；有人站喺何三伯一邊，話族規不可廢，否則後患無窮。場面一度混亂，幾乎推撞起來。何四叔用力督拐杖，大聲喝止：夠啦！祠堂種地，唔准嘈。佢望向何三伯，語氣硬邦邦：三哥，族規固然重要，但族規都係人定嘅。當年我哋對月禪嘅處置，今日睇返轉頭，確實太過嚴苛。我作為族長，有權召集全族長老重新商議。後日祠堂開會，所有長老一齊投票，決定月禪嘅靈位可唔可以入祠堂。七根，你到時嚟陳述證據。散開。
何四叔嘅決定暫時壓住咗爭拗，人群逐漸散去，但何七根深知何三伯唔會咁容易罷休，佢行到何四叔身邊，細聲問：四叔，後日開會有幾成把握？何四叔搖頭。何三伯拉攏咗幾個長老，佢哋向來守舊，覺得翻舊賬會令家族蒙羞，你要準備多啲證據，證明月禪同陳永福嘅事係清白嘅。何七根點頭應承，佢離開祠堂，即刻去揾哈叔同梁伯，請佢哋後日出嚟作證。哈叔話會到，梁伯猶豫一陣，最終都答應。何七根又行去隔離村揾羅秀才，羅秀才雖然年邁，但聽完情況都話願意寫一封證詞，證明陳永福嘅為人同佢同月禪嘅關係。忙完呢啲，已經係下晝。何七根返到屋企，梁氏見佢滿面倦容，煲咗碗冬瓜湯俾佢飲。佢坐喺門口，一邊飲湯一邊望住河涌嘅流水，心入面反覆思量。佢隱隱覺得何三伯反對冥婚，除咗守舊，可能仲有其他原因。夜晚，何七根諗住去揾三姑打聽下何三伯嘅動靜。三姑呢個人雖然八卦，但消息靈通，村入面冇乜嘢瞞得過佢。何七根行到三姑屋企門口，見佢正喺天井收衫，就叫住佢。三姑見係七根，拉佢入廳，壓低聲講：七根，我正想揾你，你知唔知何三伯尋晚去咗揾幾個長老，逐個上門傾偈，傾到好夜。我聽到佢同其中一個長老講，話如果月禪入祠堂，何家就會散，仲話月禪嘅事唔止男女私情咁簡單。何七根心一諗，仲有咩？三姑搖頭，呢個我就冇聽到。不過何三伯呢個人向來同四叔唔啱，佢可能借月禪嘅事嚟爭族長之位。七根，你要小心，後日開會，佢一定會出陰招。何七根多謝三姑，翻屋企途中忽然諗起一樣嘢，何三伯當年都係族中長老之一，月禪被議定唔准入祠堂嗰次，佢應該都有份參與。如果月禪嘅事有咩不可告人嘅內情，何三伯必然知情。佢反對冥婚，好可能係怕舊事重提，牽扯出其他嘢。第二日，何七根再次去祠堂，想揾何四叔傾下呢個疑慮。行到祠堂門口，佢見到廂房嘅門鎖又換咗，今次係一把更粗嘅鐵鎖。佢皺眉，何四叔之前明明已經同意開放廂房，點解又鎖住？佢入正廳揾何四叔，何四叔坐喺太師椅上，面前攤開幾本舊族譜，正低頭查閱。四叔，廂房點解又鎖咗？何四叔抬起頭，面色疲憊，係何三伯佢哋嘅意思，話開會之前唔准任何人再入廂房，費事有人做手腳。佢嘆氣，七根，我雖然係族長，但族中嘅事唔係我一個人話晒事。後日嘅會議，你要有心理準備，何三伯可能會提出好多質疑。四叔，我想問你一樣嘢。何七根行近，當年議定月禪姑姐唔准入祠堂，除咗佢同陳永福嘅事，仲有冇其他原因？何四叔望住佢，眼神閃爍，沉默咗好一陣。佢合上族譜，慢慢講：當年族中有人提過，話月禪嘅阿媽，即係我阿媽，出嫁之前同外村一個男人有過一段往事。雖然最後都係嫁入何家，但呢件事一直俾人當做話柄。有人覺得月禪嘅性格似佢阿媽，都係唔安分嘅女人，所以佢哋借月禪同陳永福嘅事一併清算當年嘅舊賬。何七根恍然大悟。三伯佢哋反對月禪入祠堂，唔單止因為族規，仲因為怕揭開呢段陳年醜事。何四叔點頭，面色難堪。呢件事我本來唔想講，但既然你問到，我都坦白。何三伯嗰邊嘅人一直想將當年嘅事壓住，等後生一輩永遠唔知。如果月禪入祠堂，佢嘅故事就會被翻出嚟，連帶佢阿媽嘅事都可能俾人講。何三伯佢哋覺得丟面。何七根終於明白晒，月禪嘅冤屈唔單止係佢個人嘅悲劇，仲牽涉到幾十年前嘅上一代恩怨，宗族入面嘅權力鬥爭、面子之爭，將一個無辜女子嘅命運當做棋子，犧牲咗佢，仲要佢死後都不得安寧。四叔，後日開會，我會將所有證據擺出嚟，月禪姑姐嘅清白一定要還。何四叔望住七根堅定嘅眼神，忽然覺得呢個後生仔比佢想象中更加有擔當。佢將族譜推埋一邊，話：好，我支持你。就算何三伯反對，我都會用族長嘅權力強行通過。最多呢個族長，我唔做。何七根感動，但亦擔憂。佢知道何四叔為咗月禪，已經準備好同何三伯決裂，但呢種對立
會令何家分裂，對全村都冇好處。離開祠堂，何七根行去河涌邊，望住夕陽染紅嘅水面，心入面翻來覆去。佢忽然聞到一陣熟悉嘅胭脂香，淡而清幽，從水面飄來。佢低頭望向河湧，水面泛起一圈圈漣漪，好似有人喺水下輕輕撥動。漣漪中心浮起一樣細細嘅物件，係一朵新鮮嘅木蘭花，花瓣潔白，帶住水珠。何七根蹲低身，將木蘭花撈起，花入面包住一小塊濕透嘅紙條，紙上隱約有字。佢小心翼翼攤開紙條，字跡娟秀，寫住：七根，多謝你，但唔好為我同族人爭鬥，冤冤相報何時了？我願放下，只求你平安。何七根捏住紙條，心頭一熱。月禪姑姐，佢竟然反過來勸自己放下呢個被虧欠幾十年嘅女人，到最後都唔想見到後人因為佢而紛爭。何七根將木蘭花同紙條貼近心口，眼淚終於忍唔住流落嚟。佢企起身，望住祠堂嘅飛檐喺夕陽中拖出長長嘅影子，心入面有咗新嘅決定。後日嘅會議，佢會出席，會陳述證據，但佢唔會再同何三伯爭吵。月禪要嘅從來都唔係報復，而係一份尊重，一份安寧。如果何三伯仍然反對，佢會用最大嘅誠意去說服，而唔係用對抗。呢個夜晚，何七根枕住木蘭花入睡，夢中月禪再次出現，但呢次佢着住一身素白嘅衫褲，笑容平靜，對住七根微微點頭，然後化成一縷清風，消散喺月光入面。何七根知道，無論後日會議結果如何，月禪嘅心已經得到咗某種程度嘅解脫，而佢嘅責任就係將呢份解脫變成現實。轉眼就到了祠堂開會嗰日，天未光，何七根就起身，將玉佩、手巾、信、絲綢手帕、香囊同木蘭花整齊擺喺托盤上，用一塊新布蓋住。梁氏幫佢整理好衫領，細細聲講：七根，你今日去，萬事小心。何三伯嗰邊人多，你唔好同佢硬碰。放心，我知點做。何七根拍拍梁氏手背，又摸摸兩個女嘅頭，然後托住盤行出門口。祠堂正廳今日坐滿人，10幾個族中長老分列兩旁。何四叔坐正中間嘅太師椅，面色凝重。何三伯坐喺何四叔左手邊，翹住二郎腿，身邊幾個長老面色不善。廳堂角落企滿旁聽嘅村民，三姑、哈叔、梁伯都到咗，連隔籬村嘅羅秀才都託人送咗一封證詞嚟。何七根行入正廳，將托盤放喺八仙台上，然後拱手向眾長老行禮。何四叔點點頭，示意佢開始。何七根揭開布，逐樣物件攞出嚟，將月禪同陳永福嘅故事由頭到尾講一次。月禪點樣同陳永福相戀，何家點樣反對，陳永福點樣去南洋，點樣病死異鄉，阿財點樣帶信返鄉但最終失落，月禪點樣含恨而終，死後點樣被掛畫羞辱。佢講到最後，聲音哽咽，但字字清晰。各位長老，月禪姑姐一生清白，佢只係愛上一個人，就因為對方窮，因為係外姓，就俾人拆散，死後仲要受幾十年屈辱。今日我何七根斗膽請各位重新審視當年嘅決定，還月禪姑姐一個公道。何七根講完，廳入面靜默片刻。何三伯首先開聲，語氣帶刺：七根，你講嘅故事好感人，但證據呢？你手上嘅玉佩同手巾，點證明就係陳永福嘅？阿財嗰個人，全墟都知佢係走鬼，佢講嘅嘢信得過？何七根早料到佢會質疑，將羅秀才嘅證詞攞出嚟。呢封係隔籬村羅秀才親筆寫嘅證詞，佢同陳永福一齊讀過書，可以證明陳永福嘅為人同佢同月禪嘅關係。羅秀才年過80，德高望重，佢嘅話應該有份量。何三伯接過證詞，睇兩眼，冷哼：一張紙寫乜都得啦。何七根再將哈叔同梁伯請出嚟作證，兩個老人講述當年親眼所見嘅事。哈叔講月禪點樣幫佢，梁伯講月禪點樣喺河邊等陳永福等到病，佢哋嘅話樸實真摯。在場好多人都聽得動容，有幾個長老開始低頭不語，但何三伯仍然唔肯讓步。佢站起身，大聲講：就算月禪係清白嘅，當年嘅族規已經定咗，唔可以隨便推翻。如果今日為月禪破例，聽日其他族人又有樣學樣，何家嘅族規仲有咩用？佢身邊幾個長老附和，場面開始僵持。何七根望住何三伯，忽然想起尋日月禪託木蘭花傳嘅紙條，唔好為我同族人爭鬥。佢深吸一口氣，語氣放緩：三伯，各位長老，
我明白大家擔心族規受損，但族規嘅目的係為咗令家族和睦，後人安寧，唔係為咗傷害無辜。月禪姑姐已經受咗幾十年苦，佢嘅冤魂唔安，村入面先至會接連出怪事。如果今日我哋肯還佢一個公道，佢安息，對全村都有好處。呢個唔係破壞族規，而係完善族規，令何家更加有人情味。呢番話講得合情合理，在場嘅村民紛紛點頭，連原本企喺何三伯一邊嘅幾個長老面色都開始鬆動。何四叔把握時機站起身，面向眾人：我作為族長，正式提議將何月禪嘅靈位請入祠堂，同祖先一齊受香火，同時喺祠堂側邊立一個陳永福嘅靈位，以冥婚之禮成全佢哋未竟嘅姻緣。贊成嘅長老請舉手。廳入面靜咗幾秒，然後一個、兩個、三個長老陸續舉起手。何三伯面色鐵青，但見大勢已去，最終都冇再出聲。過半數長老舉手贊成，何四叔宣布決議通過。祠堂外嘅村民響起一陣掌聲，三姑抹住眼淚拍手，哈叔同梁伯對望點頭，面上露出欣慰嘅笑容。何七根成個人放鬆落嚟，雙腿一軟，差啲坐喺地上。佢轉頭望向祠堂廂房方向，隱約間似乎聞到一陣清幽嘅花香，唔再係胭脂味，而係新鮮木蘭花嘅香氣。3日後，擇好吉日，祠堂舉行迎靈位同冥婚儀式。何七根出錢請人做咗2個新靈位，一個寫住何門月禪之位，一個寫住陳公永福之位，並排放喺祠堂左側嘅公桌上。何四叔親自主持，上香、獻酒、讀祭文，全過程莊嚴肅穆。儀式尾聲，何四叔將當年月禪棺材入面嗰塊玉佩攞出嚟，同何七根手上嗰塊陳永福嘅玉佩並排放埋一齊，用紅繩纏住，象徵兩人終於團圓。就在紅繩纏好嘅一刻，祠堂入面忽然吹起一陣微風，香燭嘅煙霧旋轉上升，形成一個細細嘅漩渦，升到屋頂就散開。在場所有人都聞到一陣清幽嘅花香，淡而持久，好似有一個女子輕輕嘆息，然後釋懷。銀鳳企喺何七根身邊，忽然扯扯阿爸嘅三角，細聲話：阿爸，姨姨走咗啦。何七根蹲低身，佢去邊？銀鳳望住門口方向，佢同一個着長衫嘅叔叔一齊行出門口，2個人都笑得好開心，然後就唔見咗。何七根抬頭望向祠堂門口，陽光燦爛，照得石板路一片金黃。佢心入面明白，月禪終於等到佢要等嘅人。2個人一齊行向佢哋應得嘅安寧。儀式結束之後，何七根行出祠堂，何四叔跟住出嚟，叫住佢：七根，你呢排為月禪奔波，辛苦晒，我代表何家多謝你。何七根搖頭：四叔，月禪係我姑姐，我做呢啲係應該嘅，而且經過呢件事，我自己都諗通咗好多嘢。諗通咗咩？何七根望住河涌嘅流水，話：我以前成日怨自己冇仔，覺得對唔住何家列祖列宗。但而家我明白，生男生女都係上天嘅安排。金鳳銀鳳乖女聽話，孝順父母已經係我嘅福氣。何家嘅香火唔一定要靠男丁先至可以延續，後人嘅心地同德行比乜嘢都重要。何四叔聽完沉默片刻，然後拍拍七根膊頭：你講得啱，何家有你呢個後生係何家嘅福氣。日子一日一日過去，三涌口恢復平靜，祠堂廂房嘅門終於打開。月禪嘅畫像被移去正廳，掛喺靈位旁邊。畫中嘅女人笑容溫暖，唔再帶住哀愁。村入面嘅怪事全部消失，冇人再聞到胭脂味，冇人再見到繡花衫嘅身影。銀鳳嘅噩夢亦都冇再發。佢成日同金鳳一齊去祠堂玩，話要同姨姨傾偈。何七根同梁氏見2個女開心，心入面都踏實。何七根繼續耕田種蕉，雖然生活依然清貧，但佢成個人輕咗好多，笑容都多咗。8月15中秋節嗰晚，何七根一家4口坐喺門口食月餅賞月。銀鳳忽然指住天上嘅月亮，話：阿爸，你睇，月亮入面好似有2個人企喺度。何七根抬頭望，圓月皎潔，隱約睇到月影，好似真係有一男一女並肩而立，衣袂飄飄。佢微微一笑，攬住銀鳳，輕聲講：係啊，佢哋終於一齊啦。月光灑落河涌，水面銀光閃爍。三涌口嘅夜靜而安詳，遠處祠堂嘅燈火搖曳，靈位前嘅香煙上升，帶住一份跨越幾十年嘅思念，消散喺星空入面。呢個故事講到呢度，可以話係塵埃落定。做人最緊要係對得住自己良心，唔好因為門第
面子、錢財，就拆散有情人，更唔好因為舊底嘅規矩就傷害無辜嘅人。善惡到頭終有報，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何七根雖然窮，但佢有一副好心腸，肯為一個素未謀面嘅姑姐奔波，最終唔單止幫到人，仲幫到自己解開咗心結。呢個道理舊底適用，今時今日一樣適用。人間有情，陰陽有信，凡事但求心安理得，就冇乜好驚嘅。